这个是百合和那个玫瑰，薄荷里头百合和玫瑰。薄荷和玫瑰嘛，薄荷里头啥子？荷的没有，就什么？我说哦，那个。蛋糕吗？这个好像是不知道它拿的什么，不知道。应该是那个方便面那些，我不知道，他应该送给那个的，另外的那个，没事儿，我跟他说一下，他没那个单独给，不是这个，那个是给取真了，有个方便面，以前买了个没给他，搞忘了，不是搞忘了，我跟他单独给他买了，晚上他不是熬夜嘛。就新加坡的，我们的那个这个苏先生送的那个取真的，还有送给玲玲，还有拉布娃，还有我们把衣服脱掉了，太热了。对，确诊今天生日。还有17。取真的，取真。取真2的在前面。对。是8档取真吧？8档取真，对，这边对。前面。前面，这写的8档取真嘛？这前面在这儿，那个第二个粉色的那个，粉色，胖子后面那个，叫什么名字呢？是确诊吗？取真，我取真的嘛？取真哦？看一下来。是取真。哦，对，就8档取真。对的，就这个红色的衣服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就胖子后面那个第一个。那个方便面是他的，方便面是另外一个。他的。不送的那前的那个过生日嘛。哦，没事，反正没事。好多天没看到花花了。啊。他也需要看了跳舞。他养成习惯了嘛。跳舞。都没过来，耍了3天。这都报了干嘛呀？堵起喽！阿布有点发飙了。对啊，跳得很好。我觉得还要车上，我觉得好了。他都要上班。他穿不上都跳得很好看了。上班啊。对呀。他的照片太少了。现在的舞格多好嘞。他本来跳得很柔软，很好看，他那舞姿很好看。他的舞，我就说舞格好。他又不加团队，他随时回去。
那是啊。他们有团队了，就要把自己哈儿也排练这样的。他又不去参加国考啊，然后考公务员。哦，怪不得，人多好一个人。好远哦，他们。他回去都1000多公里。是吧？市区线。这个男的是哪个嘛？啊？这戴了个哈达的这个男的。全部看我基本上我看他拍的都是完整版。全部的作品我看基本上都是完整版。他都是美手的那个单子。他现在好多钱来拍，他现在好多钱来，1、2个月前去嘛。卡套木。本来今天有哈达的，网上搞完拿了。星期天再送吧，星期天还有他们星期天还有4个，再到时候一起送也可以，反正一个人再送一个都可以。我就星期天的时候我就订个30多条吧，一起送上。送水他应该知道。这个是拉姆湾。拉姆湾哈，在后面，后面往前面走。下这。哦，拿手的吧？现在，等一下吧，手拉手，等一下嘛，这个他们手也全部拉一圈啊。我这个跟谁的？这个腿，这个叫啥个子？
如果3分钟那个版本就是叫8个盒装，如果7分钟那个版本叫一下搞忘了，嘿，好，这里一下短路了。越来越甜，这个氛围很好，嘎，快手拉手。拍啊，耍好久没拍过了。好，也走吧，也走吧。每天人都多啊。这边，阿姆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在那个地方就是，应该在哪是？在后面，就这里，这好像是这边，这个穿黑衣服的那个，就穿那个桃红色衣服，对，就白裤那个嘛。对，好了哇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拿哈达，路上告我拿了，还没收到消息。你没有棒棒糖那些？这是我的孩子。我就给他回收的。17的那个17的，在后面一点的。我看我有点印象看。对，有点高一点，收的有点。哪个的嘛？17的。在后面一点，戴帽子那边，这边。这个穿黑衣服的，就这个，就这个牛仔衣服那个嘛，就这个，你看嘛，那个牛仔衣服，对，就这个嘛，对，17。Hello。白色的，不对，把它挡到了。没有，我把它挡到了，我操，挡住了。我找阿布去了。
这个纯享送的，因为今天来的时间比较紧嘛，然后我就没有安排了一些巧克力的下面零食的下面安排，下次再一起啊送2次也可以。这只是送了鲜花这次，因为今天晚上孩子要补课，没时间了。我没去买东西，今天半个小时搞不定，没去买。还有一个吧，还有应该还有一个是啥？看一下，还有一个还有玲玲没送。梅朵玲玲，潮汐取真。零零的嘛，哎，在后面，这边，对，这个。穿了那个大红色的衣服，像那鲜红色，在那个第一个，你见得到吗？你见到过了吗？这个红色的，桃红色嘛，第一个后面那个，对对对。黑衣服是梅朵，后面是玲玲，就是那个黑衣服那个后面那个后面对，我觉得我认得。对，前面就是红色的第一个好，第一个啊。还是这个，今天没穿黑衣服，因为来不及。他衣服在另外一边，在西门。收完了。
他们送了5个人。好多话了，啊，你准备了好多话。中国啊，你准备了还准备了好多，给你采访。现在没，暂时没有了。今天送了5个人。星期4、星期天还有几个，明天有一个没来，走马处没来，明天送走马处嘛。手机被拍了。还下不下来吧？你下不下来吧？啊？保底这不这吧？下来不吧？下来算2吧，下来算2啊！下来算2，好吧？哎，走后。带出来没呢？啊？那些弄狗的事情你带出来没？啥是狗？风声那些带出来的啊，都带出来的啊，没有哪个管，问都没人问。这一下。这个灯搞那个灯好黄哦。哎。光这个就没得了。哎，他跑了。
这些。